各位兄弟平安。搁一摆讲到奉献，所有同工拢讲爱甲奉献，但是有当时咱会讲搁讲奉献。今仔日搁用一个足歹读的标题来读，叫做奉献甲圣化。但是讲到奉献，咱先来有一点前情提要。对旧年开始，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开始提起来，咱其实爱为第5届的建堂做准备。今仔日是福音的主日，也是历史文物展览第1届开始的日。这2礼拜，咱开始看到楼骹迄个建堂的意象图。迄个建堂意象图足特别。伊的经文讲，治水会将家己献予主啊，这是一个邀请。咱会看到一只手，这是囡仔的手，所以是未来世代的手，足特别。然后咱看到一个 V， 罗马字的 V， 也是第5的意思。V 第5是胜利、靠主得胜的意思。然后咱看到敢若一个数字尔，伊其实是一个想象。所以建堂可能是一个机会，但是毋是敢若建堂，伊是要邀请咱所有的同工甲兄弟姊妹做伙来做一个未来教会的想象。亲爱兄弟，你我咱心内迄个未来的双联教会是怎样款式啊？所以伫旧年蔡牧师带着牧师团甲中心同工做训练的时阵，阮有受要求爱逐个人画一幅图这是也有困难，可能一世人无遮认真画图。迄个图的主题就是心目中未来的教会是啥物款型，然后搁爱分享好难的题目啊！所以我伫遮嘛邀请咱伫这个所在。咱来做伙来做梦，去想象未来双联教会的模样伫咱的心内。所以1月1号，我等于是这2讲的第1讲，我讲到咱的准备，因为咱爱先接先辈所予咱的，然后咱开始想，咱要留予咱的后辈、咱的少年人、咱的儿童，咱讲未来世代啥物款教会的模样啊！3月5号亚华礼拜说到主日，司牧师也安尼讲着，过来就是咱的事啊，写是咱的事啊，咱要做啥物，咱要留啥物，伫互下一代。所以有比承接，然后奉献甲圣化。所以伫讲道进前。咱要搁一摆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是因为你荣耀的呼召，互阮真做你的囝儿。竞选员有分伫教会事工，有分特别伫福音的使命，尤其今仔日是福音的主日，有分伫分享你恩典，甲一切慈爱的过程。主啊，阮伫遮要讲，阮愿意真做。枵喙焦心无义的人，要对你的话语来得到饱，也互阮所领受的人，所领受的会当白白分享出去，互更较侪人，因为安尼得到利益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首先，咱要搁来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需要咱奉献无？这个问题，咱就倒来想。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敢毋是？五彩的世界、丰富的世界，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所以不无无求，一无所欠。所以，若咱用欠缺甲需要的角度，上帝无需要咱奉献，因为伊无欠啊。所以我伫这个洗礼班内底，我常常会讲上帝无欠咱的香火钱，所以咱嘛毋好感觉咱若奉献，
了后就无我诶代志啊。其实奉献根本就毋是要讲食诶，奉献有足丰富、足奇妙诶意义，咱继续分享。上帝无需要咱诶奉献，但是上帝意爱咱奉献。为什么？可见奉献对咱诶信仰生命是有意义诶。所以咱来问讲，到底奉献诶意义是啥物？到底奉献带来啥物价值甲变化？然后到底奉献是要奉献啥物物啊？圣经咧教示咱诶奉献，其实迄个意义就是今仔日足歹读诶标题，叫做奉献，也是今仔日经文所在写上重要诶主题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咱的生命对一开始对上帝来，无一项事是咱家己趁的。咱回想咱细汉的时阵，迄阵可能还无记忆啦吼。腰靠，石脖仔担靠，妈妈无抱抱靠，逐种事咱干来会晓靠，佫会晓做啥物？迄阵啊，咱连话拢袂当讲。但是上帝就透过众人对咱的听，互咱一点一点啊，安尼长大，甚至咱通好讲，伫咱还未形成进前，也未有生命进前，圣经安尼讲，上帝就听咱，为咱有备真水的生命要收束互咱。所以通好讲，咱所有的存在，拢是咧证明上帝真水真高的稳定甲自爱，伫咱的心上，遮尔水的代志，就神学家用一个足歹读的观念讲，这个叫做先存的恩典，就是咱还未有生命，上帝首先互咱稳定，因为上帝是听，上帝听咱。所以严格来讲，咱所有会当献出去，无论是咱的时间、咱的才能，还是其他所有的资源，甚至是整个咱这个人，拢是用上帝赏赐的，搁一摆奉献互伊尔尔。对安尼，咱就表达一项事：第一，万物拢是上帝创造的啊，所有权伫主的手中啊，咱不过是管家。所以咱爱常常去想一项事。我的生命怎样来活上帝的欢喜？我会行大讲话、传福音、关怀人，等等等等，怎样做上帝的欢喜？然后咱会搁较亲近，创造咱听咱的主。第二，咱所拥有的一切，拢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所以咱爱心存感谢上。圣经安尼讲，凡事感谢啦。我常常感觉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伊上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感谢的心。用一块碗来做譬如，迄个负面思考的人，伊拢看到气角，伊讲哦，这块碗，我咱生命亲像一块碗，遮气角，遐漏水，搁粗粗无介水，要安怎？所以，就逐工拢感觉真袂快乐。但是，迄个感恩的基督徒，伊讲感谢上帝有即块碗，所以我会当承接上帝恩典，逐项无欠缺。感谢上帝，我会当食饭，毋免食流质。感谢上帝，我会当起床，毋免倒咧。感谢上帝，我会当出门来敬拜上帝，感谢上帝，我还阁有工作会当贡献。感谢上帝，我会当服侍，就我心满意足。因为这拢毋是理所当然，还阁有人袂当起床，还阁有人连出门都充满挣扎感谢。所以咱凡事感谢，就咱开始真做一个会有香味的基督徒。互咱身边的人看见无共款的生命角度，因为咱感谢上帝，互咱的一切，就我足愿意了解上帝，互我啥物，
然后我会当做啥物？无论是才能、时间，还是其他的资源，然后我就会当用我的温数来服侍主。我伫奉献的时阵就欢喜甘愿，咱若甘愿，上帝就欢喜。所以伫遮咱看见，其实奉献的赞助是足快，敢毋是？所以咱愿意的，拢是咱的奉献。透过这个过程，开始改变，足趣味的新业要伫咱的身边来改变。这个过程叫做圣化，而且听来做担保的提醒，所有咱奉献的，拢属伫教会，用主的心顺探伊的意来运用，就咱毋好凊彩阁摕转来。所以咱每一届奉献之前，拢爱考虑清楚，互咱的奉献会当甘心乐意。透过咱所奉献，无论是咱的时间，无论是咱的才能、温数，还是其他所有的资源，拢互教会当好好啊运作，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甲帮助。所以，咱常常在推广的迄个中保带道，嘛是一种的奉献，而是重要的奉献。因为咱献上咱的时间，因为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因为咱献上透过祈祷对人的关怀，甲人的需要，迄个动感伫内底。所以有一寡同工甲我讲吼，啊，今日祈祷，今日哭要安怎？因为看了足艰苦心的。我讲袂要紧，你的目屎嘛是你的奉献，就上帝听咱的祈祷。因为这个过程，咱会发现一个化学变化开始产生。这就是上帝伊用手摸咱所献上，无论是啥物，就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。亲像咱最近每日亮光在读的马太福音，迄个上帝予5000人食饱，其实是一个囡仔，伊将伊迄个担食了会哭嗽的五块饼，佮两尾细尾仔的鱼干献出来就对尔。但是圣经讲5000人食饱，怎样互5000人食饱？你莫问莫输，我嘛毋知。但是5000人食饱，我毋知影内底是安怎自然、超自然、啥物款的力量，但是上帝互5000人食饱。这就是奉献迄个圣化，迄个温上加温、力上加力的化学作用。有当时咱讲，我就干那讲一句安慰的话尔，我嘛无做啥物。有当时讲，就甲伊拥抱一下尔。有当时我甚至无法度安慰，我就陪伊哭尔。因为我看了嘛足艰苦心，陪伊哭，伊目屎哭甲目眶红，我嘛目眶红尔。我甚至毋知影要安怎个安慰。但是透过这个加一里路的陪伴，这款奉献的心志，就相对做工，互代志发生。就咱看见人的性命开始改变，空喙开始活入来，无搁较受伤。这款的过程，毋是干那咱服侍的人会得到。这款的力量，咱服侍的人、奉献人嘛会得到。所以约翰三书1章2节咧讲，凡事兴盛，这毋是咱对兄弟姊妹的祝福尔，这是上帝嘛爱咱做伙来经历的事。透过咱的服侍，咱甲咱服侍的人，咱的福音朋友、初信的兄弟、软弱的兄弟姊妹，甚至是长辈甲囡仔。甲咱家己就当受上帝恩典的管压，做伙经历丰盛兴盛的生命。所以咱伫遮要做伙问一项事：到底是咧献金钱，还是献家己啊？保罗先生安尼甲咱教示讲，伊讲兄弟姊妹，我苦劝你，将家己当作活祭，活的祭物。献伫上帝面头前，专心服侍伊，互伊欢喜，
这是恁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。所以，一个敬拜上帝的人，相信上帝的人，就会真实服侍上帝。一个真实服侍上帝的人，就是真实奉献的人。所以，咱其实是献上全部的家己啦。咱来做一个奉献的人，有奉献的心志，有奉献的态度，做奉献的行为，就咱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咱所讲的每一个祈祷，咱所献上的时间，咱所陪伴迄个愿意，拢要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也伫即个中间，毋是咱来教别人来信靠上帝，知影用祈祷来交托。咱家己嘛透过即个过程，咱相信上帝，我可以做伙将重担交伫伊的手中，无搁烦恼。而且牧师要甲大家做伙分享一个叫做 Daniel Drew 的故事。Daniel Drew 这个人是19世纪一个纽约出身的一个美国的生意人。伊足爱做生意，伊做啥物拢发。伊是蒸汽船佮铁路水路交通拢捌着的一个生意人，开发商。然后伊阁是华尔街炒股票足成功的一个生意人。伊啥物拢有，敢若无一项叫做品格。所以无论啥物款的资料讲即个人，英文叫做 notorious， 中文叫做声名狼藉，台语叫做名声盖歹。一个名声盖歹的生意人，却有一个足敬虔的太太，甲2个足敬虔的后生。毋知啥物款的原因，有一摆伫家庭的会议内底，愿意将一笔钱，甲一个伫New Jersey的别庄献互上帝。我感觉这足像撒该的故事。对啊，然后就安尼一世人过去，伊有上大的成功，也经历破产的失败。这个家族就伫历史内底过去，因的产业一地可能已经无法度理解，但是这块地，这个建筑物，教会因为学校的需要，就甲起做注入新学院。一个世纪外，真做一个人文大学。一代搁一代毕业生受培育，去到全世界传福音、宣教、服侍足济族群的人。因讲因是对国际学生上友善的一个学校，其中19世纪上有名的这个毕业生，毋是政治人物，毋是大人物，伊是叫做 Henry Appenzetter 这个宣教师。伊甲另外4个宣教师去到韩国，伫1885年的时阵，就伫韩国将福音传入去这个毋是基督教的国家。一个世纪外过去尔，韩国真做一个东北亚基督徒人数上济的国家。因开始也将宣教，搁一摆传到全世界，还献给上帝。伫甲咱共款50年，日本殖民压制统治的时阵，甚至因的宣教师、因的教会、因的本地信徒，拢伫遐做伙受苦，甚至受死。一个教会就成做迄个世代疼甲愿望的记号。人的性命会过去，人的产业会过去，咱的囝儿可能也伫历史内底无阁受人纪念，但是这个学校甲咱讲一项事，献互上帝，就超越咱的能力，超越咱的生命长度，真做真侪人的帮助甲祝福。这个就是主日大学，因为这个Daniel Drew，所以到即马安那抗议拢无效，学生手册也个叫做 Daniel's Handbook， 网络顶面叫做 Daniel Dictionary。
阮常常去甲抗议讲吼，Daniel 毋是好学生咧，啊，你学生手册叫做 Daniel's Book， 你是要叫阮做好学生啊，歹学生？阮真困惑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撒该也互人纪念 ，Daniel 嘛互人纪念，因为咱愿意为主加做一寡，为主无计较一寡，为主吃亏一寡，就咱所愿意的，上帝会互伊足奇妙，诚侪人的祝福。今仔日亲像咱一楼的迄个图共款。上帝在问一项事，有一嘴愿意将家己献上啊！亲像迄个手，迄个手是一个囡仔的手，是未来世代的手，一嘴愿意将家己献予上帝啊！耶稣嘛在问咱一项事，咱甘愿意白白得到，就白白分享予别人。无论是咱的性命、咱的时间、咱的才能、咱逐种的所有，用陪伴、用安慰、用祈祷、用咱的目屎甲笑容，献上家己互主用啊！今年开始，蔡牧师甲大家分享第5次建堂的需要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未来10年到20年，咱就是爱想，但是咱爱搁较快奉献的心志，就是咱爱去想迄个未来教会的想象，因为透过未来教会的想象，咱有无同款的期待，咱对福音、对社区的需要会搁较有感觉，因为想象是人会当去到上远的所在。要伫遐甲上帝相拄来看咱的教会伫下一个世代会变做啥样，会扩展做啥样。面对这个需要，咱怎样回应啊？咱亲像大别安尼讲，主啊，我的上帝，我将一切财宝带来。上重要的财宝，毋是咱的性命吗？我上宝贵，我的性命是我的财宝，我要来献互你。要去做一个教会，当互人甲上帝相拄来荣耀你的名。原来会当安尼讲，主啊，这一切拢是对你所来的，是属于你的。我忠实诚恳，欢欢喜喜拢献互你。我看见你的百姓，你的囝儿也献互你，将家己的性命献互伊。就主啊，互阮的心。对你热诚无退后，永远受你的听的呼召，佮愿意对你忠实，就愿要互阮手所做的，互青面的看见，摆开会行，送向人有福音传互因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是你互阮。所有一切，用你的听来享受，互阮有丰盛的生命。愿阮甲家己献上的时阵，就你要来互阮得到极大的快乐，诚做别人的安慰、陪伴、帮赞甲祝福。佮愿阮会当伫你的港内底担保有路用，做伙看见你为阮成就大事。就是人的性命要改变，福音要传到遍地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阿们。今仔日嘛是710周年历史文物的展览的一个日，咱做伙来看一个足特别的影片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双连教会大楼落成到今已经有50年的时间，这是一栋充满了历史感的建筑物，其中就是以10楼礼拜堂上有代表性。
所以这个时阵要邀请大家伫设教110周年时来认捌10楼礼拜堂特别真有历史感的设计，以及伊所代表的信仰意义。10楼礼拜堂讲台墙面刻西玛尼园的祈祷一白彩色玻璃，原来是一名国外会友所奉献，伫菲拉德菲亚制作，坐飞行机转来到台湾。但是伫工人设置的时阵，却内外固装加做一个足特别的特色。讲台顶面有放2本的圣经，一本是白话字圣经，另外一本却是和合本特色的圣经。白话字圣经就是用罗马拼音的台语圣经。罗马拼音上早是因为外国宣教师要学习汉文所使用，后来推广予台湾人来学习台语，特别是学习圣经所使用，而且形成所谓白话字运动。台语圣经上早完整的版本是对宣教师北极的牧师所翻译，伫1933年出版。佮伫1996年由圣经公会翻译做台语和字版的圣经。汉文特色的圣经是中文和合本的圣经，因为第10礼拜堂献堂所特别来因，礼拜堂的大字版圣经得提醒咱，爱用上帝的话语做生命、生活甲服侍的准则。咱教会的圣餐桌有3个特别的特点。第一个是咱会看到头前有3字亲像英文 IHS 的3个字母，伊其实是希腊文 Alpha、Eta、Sigma 3个字母，也就是耶稣的希腊文缩写。后来渐渐发展成做上定耶稣是人类救主的记号。第二个特点是艾欧娜代理酒，伊是艾欧娜迄个岛屿所生产的酒头，伊的特色是白底绿纹，因为艾欧娜伊的宣教团体有真大影响力，艾欧娜的代理酒就常常互人用来做圣餐桌、十字架、等等礼拜堂所使用的器具。第3个特点就是咱会为正边到倒边看到几个字，行此以义我也。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2章19节。是最后所设立圣餐所讲的话语，啉着安尼行，为了纪念我。伊是文言文的版本，应当是出自文理委办译本的译文。这个圣经的译本是英美两地5个彩绘所联合来翻译，是19世纪上有名也上有影响力的汉文圣经译本。双联教会管风琴是伫1985年建立，是德国 Detlef Hooker 公司所制作，有18支的音栓，1438支的音管，以及3盏的手键盘。为了互圣乐的需要，甲建筑物安全，最后伊决定伫礼拜堂入口靠牛靠跳的所在来设置。所以咱的椅仔决定了，已经有规格，已经有 size 了。咱根据这个设计师伊的长条，就根据咱的椅仔骹的迄个规格，就去设长条。所以咱的现在礼拜堂真整齐，要调节，就椅仔就真整齐。礼拜堂内底医疗的边有一个足特别的十字架，叫做 Celtic Cross， 就是带有一个圆环的十字架。这是对爱尔兰所来的十字架，伫爱尔兰也是苏格兰宣教师传道的所在，拢会当看见。一个圆环代表宇宙，佮受称作宇宙环，所以这个十字架也会当称作宇宙的十字架，代表上主的救恩到全世界、全宇宙。透过了解真捌10楼真有历史感，也真有信仰内涵的内容，咱开始用历史文物展览，继续庆祝设教110周年，也纪念所有头前信仰前辈的努力甲贡献。
以及上帝极大的恩典伫咱的中间。100周年的时阵，咱用文字来记录。这10年来，因为传播的关系，咱用影音来记录。过来，咱有数位，咱有元宇宙，所以咱会当继续用无同款的多媒体来记录咱的历史，甲咱的前辈。因永远会活在咱中间。有一天，这个礼拜堂可能会改建，但是因为安尼，就咱永远袂忘记哩。可以当将这个真水的传统甲福音的使命传予后代。阿们。